共享親職理念嘅緣起與發展。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早於1988年獲九龍法律援助署嘅協助，提供家事調解服務。同年，向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申請資助，成立全港第一間婚姻調解服務中心，專門服務離異家庭，協助離異父母。本着永遠是父母嘅精神，為孩子嘅福祉繼續合作。隨後香港嘅法律改革喚起社會對離異家庭嘅關注。1998年法律改革委員會進行監護權和管養權諮詢，為滿足離異家庭嘅需要，社會福利署響2001年委託咗5間非政府機構開辦單親中心，其後2004年單親中心服務撥入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之內。本會婚姻調解服務中心於2008年進一步加強支援離異家庭，獲香港公益金資助，開展離異父母共親職先導計劃，設立離婚父母網，為有需要嘅家庭提供資訊及服務。其後有幸得到周大福慈善基金以及香港賽馬會嘅資助，令到共親職服務得以延續，並加強孩子嘅專業支援。2011年，勞福局展開共同父母責任模式嘅公眾諮詢，並響2013年向立法會匯報諮詢結果。呢個諮詢提出以父母共同責任和兒童嘅權利取代父母嘅權利，強調保障子女嘅最佳利益，促使共享親職嘅理念進一步受到關注。本會持續為香港社工、律師等相關專業人員提供培訓，加強各專業界別對共享親職嘅概念，並為協調離異父母合作而作好裝備。例如，舉辦本地認可家事調解員訓練課程，為社署同工舉辦專業培訓課程，更於2013年邀請咗美國親職協調專家 Anne Marie 為業界同工提供認可親職協調員專業培訓課程。為更確切咁解離異父母響共享親職合作上嘅疑難同需要，本會分別於2015年、2018年及2021年進行共享親職支援服務嘅研究調查，發布調查報告並引起公眾關注。雖然共同父母責任模式條例草案於2016年未有通過，但政府調配資源，於2019年成立5間共享親職支援中心。本會有幸營運其中2間共享親職支援中心，並命名為親和坊，為有需要嘅離異家庭提供一站式以孩為本嘅共享親職支援服務，例如督導聯繫及交接服務、孩子適應輔導服務、親職協調服務等，協助離異父母及孩子療癒傷痛，學習新嘅相處模式，共建親職計劃。2間親和坊響呢短短5年，服務咗本港唔同階層同國籍嘅離異家庭。雖然實務上困難重重，但我哋努力以專業技巧，幫助夾縫中嘅孩子能夠繼續擁有父母雙方嘅愛與關懷，並促進共享親職嘅理念，得以響香港社會更加普及。畢業禮成的我，這記憶永在。